你不奇奇怪怪，人家不注意，不注意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啊！他就一定要奇奇怪怪，哦，奇装异服，哦，整个变化，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哦，这个乐不荒一行啊，哦，虽然几个字而已，我们做起来啊，就很不容易。不过哦，你只要说还没有到结婚你都很端庄哦。那个长辈一看啊，这个好，这个给我做新妇哦，这个一定真乖。啊，你若剩甲长长哦，啊，这买啦，这带转来哦，带转来要烧咩？所以人家都不喜欢。那哦，正意念，就是把我们的心呐、刻刻啊，所有不管是你心中哦，全部呢都是使以啊佛性出来哦，般若妙智慧。那么远离呀哦，所有的非法哦那个啊，不很这个上道的法哦，不很正确的法，不是他喜欢的法，那个都使以非法。好，我们哦都不要哦，所以啊自己哦，人家呢才会看重我们。会啊，受欢乐哦，自己呀、都能够安慰自己哦。我们最起码哦，自己呀、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众生哦，没有不对的地方。所以自谓啊，受欢乐，自己呀、哦很安慰，又能哦很高兴哦欢喜快乐，这个都从自己内心产生。怎么会有忧郁？哦，忧郁症怎么来的啊？就是我们都一直期待哦，外面给咱叫狗，外面呢跟我们呢奉承，那个都不合真理的，不要哦，我们都不要那一些，所以不会有忧郁症产生。所以或者都一直讲，只要你把心敞开。你去当义工，哦，我们说当志工啦，现在拢较好听，哦，付出劳力，哦，不要求呢，哦，代价，哦，我们做的人高兴啦，哦，受帮助的人也欢喜，哦，这样啊，你看生活就多有意思，怎么会忧郁？不会啊，假如说哦，你还是真的哦。欢喜不起来，那去做那个小小学生的导学，引导他们上下学。你看他们那个小小身影，背着书包，快步走，很高追的，而且啊都一直在讲，在基隆啊然后啊我们那个社区蛮大。那个小学生开始要上学了，从幼稚园上一年级呀、那他的父母亲又是比较节俭虽然他是上小学生他的书包给他买了一个很大，大到呢超过他的那个身材，高过他的肩膀，然后他很高兴要去上学。那个走起路来真的从看到一直走到不见，就一直看着他欣赏。你看你去服务这一些小小学生，你所看到的都是天生的面孔，怎么会忧郁？那个忧郁不用吃药就不见了啦，不然你这药怎么吃还是不会好。到最后都会自己不想呼吸，很可怜啦，来完成这么难得又没有好好把握，一生又断送了。你保证能够再来吗？你保证来的时候又是人吗？无啦，迄拢做精生去啦。
所以要知道哦，人生难得哦，很难得到人的身。假如说哦没有德的话，还没有人的身体耶。无德啊，不转人；没有德哦，不会有人的身体呀。可是哦，无业也不转人。咱若无业哦，嘛袂做人。哦，有业啊，佮有德啊，才做人啦。假如说哦有德啊无业，做仙粉啊；啊若有业无德哦，做精神啊。哦，所以这道理咱都要捌咯。哦，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哦，知道呢，在凡尘啊，你想要当什么，你怎么行为，它就会呈现。哦，那个现象啊，就会呈现。那么我以往昔呀，种种苦行，今得如是啊，无上方便。哦，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在往昔呀，就是种种的那个苦行。我们要了解啊，就是受苦啊，他一直啊，都不拒绝，都去做，所以现在呢，才能够得到那个佛的果位，才可以呀，用那个最上圣，那个方便的法门来引导众生修道，为如等故啊，无量劫中啊，舍身所主。头目啊，随脑，所以啊，这个我们大概都做不到了，就是舍掉身体呀，就是使以呀，那个内财，外财是身外的东西呀，内财呢就是身体，我们的身体都可以布施，手足，都可以布施，头目，眼睛也可以布施。骨髓脑都可以布施，树棍如等呢，不应放逸啊，所以就告诉我们啊，不要放逸，放逸了啊，就没有人的身体，就落入三恶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虽然文字都不多了，也讲得没有很深，可是啊，做下来呢。就不容易，而且要呢，持久，不是说一两天做了就好。那么戒定智慧啊，就是要呢，有戒定智慧。我们在凡尘的当人，我们能够守戒了，定就产生，有定啊就有智慧，有智慧啊就了解真理，真理了解了。我们呢，该如何做啊，就会啊，了了分明，就不会做错，不会造业，不会受苦。那么勿以下心呐，而生知足，所以啊，这个我们要了解。我们说呢，那个知足，知足是一个角度啦，就是不贪求，都能够知足，就能够常乐。可是这边呢，他是说勿以下心，就是不要呢，我们不要说一点点那个心呐，就是啊很下等的心，我们呢就是在凡尘啊，就是不追求出离苦海，也不追求度化众生，然后有一点点这个所得了就满足了。这个就是下心啦，所以啊，叫我们说不要这个下心，就是啊，满足于现况，满足于我们呢现在所居的环境，所以啊，就是啊，不要下心，就是要我们追求啊脱离苦海，所以啊，下心的话，就没有追求脱离苦海的心。那样的话我们就脱离不了苦海。我们在受苦我们又不感觉啦，受苦没有感觉，一对照才会知道，看人家受福报，然后才知道说我在受苦。其实啊，受福报也是苦啦，都是苦。看我们那个心呐，我们以佛菩萨的心来看众生。
众生都是受苦啦，都没有快乐的，所以要知道这个苦海为什么把它说苦海？就是因为它的苦无量无边没有止境虽然你现在很有钱然后身体很好，享受福报又能多久？很快变化了没多久家道中落身体败坏，很快的我们都不要呢。这个一直以为说我身体还这么强壮往后老一点再来修不要这样很快不用老了你就死掉了啦我们听好老，尤其现在棺材都得细耶都不装老的，都装死的，所以要死得很快你看我们现在交通很方便昨天还报一个那个在62号快速公路自己开车自己撞那个桥头这个桥的那个头开车甲弄全起火火一个烧走不出来烧死在内底，敢真老？没有还蛮年轻的死掉了你看刹那之间人都不见了烧了肉都没嫌骨头都烧皮肤，人很脆弱的要把握了，好好修最起码咱的灵知嘛减轻点所以要了解到说这一种生命的事不要开玩笑。那么以大圣法应生的贪慕，所以或者都讲这个佛都教我们不要贪可是佛教我们对大圣佛法要贪不贪要贪，因为贪大圣佛法才会成佛啦所以他的贪角度跟我们凡尘的贪不同。我们凡尘的贪都是物质现象那个享受身体享受的跟这个我们要成道成佛的贪不一样。那么更须呢心染大圣的正见法说不要染凡尘可是要染大圣正见法所以一样是染的角度不同他染大圣的正确正面的清净的那个法门。我们众生贪婪有钱来国外观光，很累人的他看了很快的变化所以我们这个最或许都讲我们最能够观光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是最舒服的，去除知觉死。所以我们在凡尘就这两个啦，一个觉一个死，我们要把它除掉那个知是很多啦，那觉觉都是怕改各位今年伫全世间有拍甲无？拢无拢嘛有，拢嘛拍甲，大甲细甲尔，拢嘛拍甲全甲，拢无透气啦，所以无透气就无成分，要把那个结打开，还有那个识就是知识啦，知识我们咱若想讲要追求来买一台车来开那个就是识知识我们就是要去追求物质的享受我们要了解这个识就是使我们造业所以结识这两个字就是要去掉我们要把它去掉不要结不要识有结识了促使我们想去做什么那个动力我们要研究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做了以后啊，结果怎么样？要先了解，先知道。那假如说是要给身体享受的啊，那不要了。那个食就可以去掉。那个结呀，在凡尘的结要打开，结没有打开问题都不顺了。打开了就很通顺。道是通顺的没有打结。如来法性呢真实不倒。如来的法性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不会灭啦，它不会呢倒，不会倒下来，都是啊挺立不摇。是故汝等啊，应当精进，摄心勇猛，摧之结使。你看最后还是2个字结使，把那个所有的结跟使啊，把它摧灭，不要它，因为它使我们呢造业，使我们受苦，所以我们要摄心，把心呢收摄回来，然后要勇猛，把结使啊，都摧灭。知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啊，即灭为乐。这个啊，是啊，这个啊最有名的4句呀，就是知行无常是生灭法，完成所有一切呀，都是无常，都是生灭，然后所有生灭都灭，灭到已经全部没有，即灭，就回到佛性本体呀，为乐，回到佛性就快乐，所以啊，生灭灭已啊，即灭为乐。我们在凡尘呢，不用等到所有生灭都灭完了，我们佛性本体就可以请出来，就快乐，所以即灭为乐。譬如大地呀，枝山药草，为众生用，佛法一耳，这个佛法，我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佛法也是这样，出生妙善。佛法能够呢，生出啊，妙善，使我们都能够成佛，甘露法味，从佛法呢生出甘露法味，而为众生呢种种烦恼病之良药，所以佛法就是烦恼的良药，我们呢都可以啊，拿这个药啊，来服用。然后呢，改变了我们所有以往的作为。那比丘也这个比丘呢，听佛讲了以后啊，他也说话，说譬如罪人啊，不自觉知，那么不是啊，亲疏，就是不认识呢，亲人跟疏远的人，母女姐妹，就是啊，不认识那一些女孩子。那一些呢，大的小的，迷荒呢，淫乱，言语啊，妄意，过不敬宗。所以啊，这个文字这样写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社会现象，就是那个男女之中呢，就是不清不白，乱来，就是迷荒淫乱。4个字啊，就足以代表，说呢，都已经没有规矩，然后言语啊妄语，讲话呢，都没有按照道理，然后恶就躺在不敬之中，就是那一种所处的环境啊，就是已经呢不清净。那么时有良师啊，语要练骨，胡语啊急吐。因为他喝了酒，所以不知道，有良师呢拿药给他吃，吃了以后就把那个喝的那个酒都吐出来吐掉，还治意识，就转回忆个怎样，以所做的代志，那心怀惭愧拢做唔对去所以这个。要了解到说这个灭灾的歹事加在好事，这个灭灾伤慢，那加在还没有做，
嘎在哦，也还可以有救。那么身字啊克责哦，久为不善哦，知恶根本。酒喝酒，酒伫个手干那底都点点，那会坐落巴肚哦，那会拢第发作哦。所以啊，我们了解到哦，那个酒本来它没有罪过了，可是你喝进肚子以后，借酒装疯，哦，它就乱说乱来。若能除断呢，则也重罪。假如说我们可以除断，不喝酒了，就可以远离重罪。所有的罪就可以远离。是真，我亦如是。这个比丘呢，还很有勇气呀。他说我也是这样。往昔以来，人为生死，情色所罪。被情跟色所迷醉。贪欲贪是五欲。这个五欲色。声、香、味、触，就是五欲，然后对着我们五根眼、耳、鼻、舌、身，就是五欲，贪是五欲灰母母想，灰劫劫想，灰女女想，疑灰众生生众生想，是故人转，受生死苦。这个都讲得蛮快了这个经历好像好几生。如彼罪人卧不敬中，如来今当呢施我法药，令我烦恼恶久，而我未得醒悟之心，如来允和便亦放舍入于涅槃。说呢，这个比丘说，我都还没有学会你都还没有教导我们认清真理怎么就要进入涅槃了？那么我等修无我想，是身无我无主，一切知法无我。我等修这个已经呢修无我想。那一切的所有的法无我，没有我，也没有我所。如是修已则除我慢，就可以辞掉慢，就是骄傲。离我慢以便入涅槃。这个离开呢这个骄傲，就能够进入涅槃。是真，譬如鸟机鸟飞过，那个空中的迹象。空中现者无有是处。这个鸟飞过的踪迹飞过了以后就找不到了。你别个找到找到鸟的踪迹那个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有能修习无我想者而有知见亦无是处。能够修习已经呢没有我那个念头，然后有知见，就是众生的知见，这样呢也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亦便修习其余思想，亦更修习另外的一些想法。所谓呢苦想、无常想等，是真譬如罪人其心呢眩乱，见之山川曾过宫殿，日夜星辰，皆悉回转。故个天地拢咧转若有不修苦想、无常、无我等想，如是之人呢，不名为圣。都知妄意所以在佛经里面妄意呢非常这个多见可是我们呢众生呢就是这个犯了这两个字妄意。因为妄意才流转生死。那么以是因缘，我等善修如是知晓。
就是有一点在这个邀功了，讲我呢就认真修哦。那么尔时呢，佛告知比丘也，谛听谛听，就是详细的来听，抛开自己的那个主观意识然后不成则成见，然后来听。汝向所引罪人欲责，但知文字未达其意。佛就跟他讲说，你所引罪人的比喻只有知道文字，还没有到达那个义理的真正所在。何等为义？然后佛就讲什么才是真正的那个道理所在？如彼罪人见上日月，看到上面的日月时辉回转，生回转想，众生欲耳，我们众生也是这样，为之烦恼所护生颠倒心。我们众生被烦恼所覆盖，然后产生颠倒的心，即我。我即无我，常即非常，见即不见，乐即为苦，以为烦恼之所护故虽生这个慈想，未达其意还没有到达他的义理所在。如彼罪人宜非转处而生转想。我者即是佛意，常者是法身意，乐者是涅盘意，净者是法意。所以常乐我净佛在这边就把它解说出来，说我们在讲那个我就是佛，我就是如来，然后常就是法身，以法为身，它不会变化，永远都在，常住不灭的，所以常就是法身。然后乐，它不是相对没有苦的，就是涅盘，就是不生不灭。然后净清净就是法就清净。所以佛就把常乐我净这个四德解说。那么汝等比丘允何而言？由我想者骄慢共高，流转生死。汝等若言，我亦修习无常苦无我等想，是三种修无有实义。这三种修没有实际的意义。我今当说圣三修法。就是三种修法是很殊胜的，苦者即乐，乐者即苦，是颠倒法，无常即常，常即无常，是颠倒法，那个颠倒，无我即我，我即无我，是颠倒法，不净即净，净即不净，是颠倒法，犹如是等四颠倒法。世人不知正修之法，这个人不知道正确的来修之法，修所有的法。汝等比丘，以苦法中而生乐想，以无常中而生常想，以无我中而生我想，以不净中而生净想。世间亦有常乐我见。出世间亦有常乐我见。世间法者有字无义，只有文字没有实在的义理。出世间者有字有义，何以故？世间之法有四颠倒，故不知义。有四个颠倒，所以不知道义理。所以则何？为什么呢？有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以三颠倒故世间之人乐中见苦，常见无常，我见无我，见见不见，这个就变颠倒，真的颠倒，
是名颠倒，以颠倒故啊，世间知字啊，而不知义。只有知道文字，而不知道义理。那么何等啊为义？无我者，即是生死。所以或者就讲这个说法只有在涅盘经看到了。以往所有的经呢，佛都不这样讲只有在涅盘经呢，佛就讲无我。我们都讲无我无我，那佛就讲无我就是生死，我者啊即是如来，我就是如来。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把它了解它的内容。那个无我们呢就是讲身体呀身体呀那个没有佛性啊，它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所以那个水有风土啊不是我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一个不是我的就是生死就是水有风土。那么我了了分明的这个我就是我们佛性，就是如来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是从真理的角度啊来说。那么无常者啊，声闻缘觉就是那个小乘佛法那个这个比较自私自利啊自己好就好，不管别人死活。那么常者如来法身我们呢每一个人的如来每一个人的法以法为身那个呢都是佛性啊，不生不灭本体。所以我们的法身啊就是如来，就是常住不迁就是如如不动所以啊我们都有。那么苦者啊一切外道为什么外道会受苦呢？因为心外起华。我们的心外都要了解啊，心的外全部什么都没有你把它认为啊是有的话，那就苦了所以苦啊就是外道。乐啊就是涅盘涅盘不生不灭涅盘的话不生不灭啊就快乐。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就是因为被生灭啊这个搞得很烦恼所以那个就不快乐就苦了。乐呢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啊不会变化就不会受苦。那么不净者啊即有为法你有所作为啊就不清净就有变化。那无为佛性啊就是清净净者知佛菩萨所有正法知佛菩萨所有的那个正面所有的正确方法，佛知佛见就是清净是名呢不颠倒，这样呢就不颠倒。那么以不颠倒知字啊知义，知道这个文字，知道这个义理若欲远离是颠倒者，应呢知如是常乐我见。所以或者之前呢就常常提到，为什么呢？或者说会这个发心说只要各位前贤听或者讲课，按照会者所讲去做，没有成佛的话，或者再来陪你们修，有没有？为什么那么的容易就承诺？就是因为体会常乐我净因为在常乐我净的这四种状态之中，没有那个变化，没有生灭没有苦也没有乐，没有一切对待的都没有所以就是要了解到受苦是别人看的在讲那个本身他没有那个苦的观念，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花心要这个做事的时候你所做的事再怎么苦你都觉得快乐。当你不甘愿做的时候再怎么快乐的事你做起来都很苦，都不甘愿。所以这个就始于我们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把心提升已经到达涅槃不生不灭
心都已经不生不灭了，所有生灭的现象啊，都不值得我们去烦恼，都不值得我们去计较。所以这样呢，就容易呀，能够呢这个发大心啊，行大行，就可以呢，帮助众生啊脱离苦海。这个就是要有条件啊，对不对？不是说我想，我想度啊众生，然后就度啊，那你凭什么度啊？就一定要有内容啊。内容你要很踏实啊，不能说我度个几天，度个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好了我不要了，那不是生灭吗？对不对？所以啊，各位要了解到，我们在研究性理心法，说呢，我们要改毛病、去脾气。然后啊，贪嗔痴慢疑啊，全部都要改掉去掉，不是我们遇到事情啊，才改毛病去脾气啊，不是遇到事情才去掉贪嗔痴慢疑，不是，而是我们在听，我们在熏习真理的时候啊，就已经在改，就已经呢朝理想的方向在进行。那以后遇到事情，你会把脑海里面所了解的，你把它付诸于实现，这样呢就理想，已经全部都改过了，不用说特地遇到事情再来想我要改，那就太慢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熏习的那个功夫啊，只要你够了，就是或者讲认知啦。你的认知已经到，就已经回归佛的本位，那你所有的行为啊，就朝着这个方向在进行，不是说要特地找个时间、找个空间再来修了，不用你在研究的当下就已经在修了，在研究的当下就已经在进行了，所以我们要鼓励自己呀。能够撇开一些凡人事，只要是礼拜六研究时间到乖乖来这里做，合不合理？很合理对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虚起真理的当下就已经在修了，就已经朝着我们的本位，就是每一个都是佛。就朝着这个方向在进行，所以啊都很理想，所有正法亦以护主啊，摩诃迦叶，是不是说到这边？这个一仰起头来跟各位说没有看文书再刷的都这样看，我唔知你都一样。那么汝等当知啊，先所修习强，非是真实。汝等比丘。不应如是啊！修习无常、苦、无我想、不净想、不净想等，以为实义。如彼之人，各以瓦石、草木、沙砾而为宝珠。汝等应当善学方便，在处处常修我想，常想、净想。故应当知，先手修习四法的相貌，悉是颠倒。那个常乐我净那个四法相貌，全部都是颠倒。亦得真实啊，修诸想者，所谓呢，我想、常想、净想，何者是我？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
是一性啊，不变异啊，是名为我。哦，所以佛就详细解说我它的内容是什么。哦，假如说火啊是实，哦，就属于实相的，是真，哦，是常，是足，是一性啊，不变异，这个叫做我。那么易得长寿呢？哦，应当护念一切众生，同以慈想。假如说我们要呢，哦，长寿，活在凡尘呢久一点，哦，就要护念。保护的那个念头，就是我们那个心呐，保护众生的念头，保护一切的众生，同以慈想，跟所有众生啊都是我的儿子一样，生大慈大悲啊，大喜大舍，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呢，我们本性之中具备，本来就有，只是我们都不用。所以不知道，受呢，不杀戒，教修善法，亦当安止啊，一切众生，以五戒啊十善，杀盗淫妄酒，它那个十善呢，就是我们的身口意，然后加一个不，身啊不杀盗淫，口不恶口妄言曲两舌，意啊不贪嗔痴，就变成十善。十善啊，可以当7天神仙呐。那个佛教众生呢修呢，十善。可是教我们修道人啊，这个是基本。他呢不希望我们去7天当神仙。那么护入地狱啊，恶鬼、畜生、阿修罗等，所以佛把阿修罗也当成恶道，就变成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等一切之趣。那么拔济之中啊，苦恼的众生，脱呢未脱者，就是啊要解脱，还没有解脱呢，让他们解脱；度呢未度者，还没有度啊，要度他们；未涅盘者，令得涅盘，还没有进入啊不生不灭，令他们得到啊不生不灭。安慰一切呢之恐怖者，这个呢是无畏施啦。无畏施呢，就是安慰一切呢之恐怖者，以如是等业因缘故，菩萨呢得寿命啊长远，以之智慧啊而得自在，可以呢在呢我们般若就可以自在，随所受中啊生于天上。那么见坏法者啊，即能驱遣，苛责纠治啊。当知世人得福无量，这个破坏啊，善法的，我们能够驱使啊，谴责，然后啊，把它呢纠正，治疗他们，这样呢就可以得福啊无量，不可称计。苛责坏法之人呢，令行善法，得福啊无量。所以我们了解欠一个恶人啊，那个功德很大。当知如来是常住法，不变异法。所以这个如来就是我们呢那个佛性的本体。它是常住啊，不会变化的，不变异的。如来此身呢，是变化身，非杂食身。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如来佛性本体呀，它可以现象但是呢，它不用吃饭，佛性本体不用吃饭，唯度众生呢，视同独事，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呢，视线跟我们众生一样，是故现舍啊，入于涅盘，现在呢，就是要进入啊，那个涅盘。那么佛是常住啊，不变异法。只要你修正成佛了，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了。我要不要再完成？还是要离开完成？自己呀，可以做主人。所以啊，我们了解，我们不行啦。我们说呢，我要住凡尘，哇，满身是病啦，给你拖走。你说呢？我想这个离开凡尘，可是要死不去的。
所以啊，佛不是这样哦，他要住就住啊，要走就走。汝等一世啊，地狱中哦，应勤精进，一心修习。既修习以啊，广为人说。哦，休息了以后啊，哦，要广为大家说哦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或者都鼓励啦，只要你修了以后有功夫呈现哦，可以啊报告心得，心得分享啊，这个是很难得，但是一定要自己本身经历，是真的是诚实的，不能用想象啊，想象就不可以。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真正的有修有功效，然后讲给别人听，别人会效法，也想像你一样的来做。哦，这个就等于鼓励人家，已经也在种善。哦，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说，哦，这个不是鼓励呢，哦，就是修那个神通了。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佛性哦具备。他具备啊，有神通，有五眼六通，还有更大的大通，哦，只是我们还没有证悟佛性呢，大通现不出来。那假如说我们可以证悟我们的本性，哦，那个佛就讲，我们可以转移四天下，就是东胜神州、西牛贺州，我们南赡部洲跟北俱泸州，可以把它们转。哦，你看那个功夫多大。啊，但是你要证悟本性啊，才可能啦。哦，现象是不可能。哦，是进入佛性啊，才有这个能力。啊，佛是这样讲呢，那个是鼓励啦。哦，鼓励我们啊。哦，说呢，你真正的去做的话，它有功夫呈现，而那个功夫的呈现啊，是我们本来就具备，不是说学来的。学的神通啊，它不久就消失了。那我们佛性的神通啊，只要你让它呈现，它都会在。可是我们知道啊，那个不需要。我们只要很努力啊，各位姐姐，把心收回来。摄心啊，你把它收摄回来，不要3个月，你绝对可以了解说。这个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有什么人会来找我？我会遇到什么？你会知道。那个不是奇奇怪怪，那个是我们佛性啊本身的功能作用。啊，你修得越久，你越深入我们的法性，他呢知道的越长远。1个礼拜、1个月、1年、10年、100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你也会知道。可是我们先要了解到，你知道的又怎么样？它一样发生啊。你不知道的，它也一样发生啊。那跟你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只是说我们修的过程啊，假如说都不见功效，我们会心灰意冷，拢无好。就懈怠了。那假如说听到别人都做有功效，我们都有不认输的那个精神，他做得到，我也可以啊。就呢会做，这个叫动力啊。所以启发这个动力啊是蛮重要。我们不要负面的啦。我们这个负面的都是要走入三恶道。所以往后听到讲负面先问问他，你想不想去三恶道？不想，那就不要讲。所以啊，不要讲负面。一定你要鼓励大家，脱离苦海，这个是重要。我又讲到哪里了？有忘了。知还夫人，虽得界定智慧，无有方便呢，不能解脱。以是义故啊，不能获得常戒、常定、常会解脱。如彼情节不知方便啊，黄师醍醐，是不是说到这里？
对哈、这个因为这个看经多了知道多了以后啊，只要不回来文字就不知道文字里面到底跟我讲什么。所以啊，有一群啊，那个贼，然后去这个偷牛啦，这个偷牛他没有这个了解说要安那去给饲牛奶，牛奶要安那变乳酪，乳酪要安那变皮乳，我未晓，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啊，那个12杯大杯的牛奶。可以提炼一片的乳酪，12大杯才提炼一片所以你吃一片的乳酪啊，就等于喝12大杯的牛奶。可以吃乳酪吗？很快发胖那个营养很够了，就是很营养然后乳酪它可以再提炼那个生酥，然后生酥提炼以后再提炼熟酥，再提炼熟酥以后再提炼皮糊，所以牛奶有5味牛奶、乳酪、生酥、熟酥、皮糊。那或许那个时候第一次写到皮糊的时候啊，就赶快跑去那个大卖场，说向你买皮糊，因为皮糊照佛讲可以治百病。我说完了，我那边回来家的没个没药啊，我这个身体不好时常都在吃药啊，那我吃皮糊就好了。我记得他跟我讲，你要买酱油吗？我说皮糊是酱油吗？是那个牛奶提炼的那个呢？他说我们台湾只有提炼到乳酪，我那查这，提供你要买皮糊的话，到印度去。我说印度有吗？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印度有没有皮糊。只是佛经上我有讲，说只要你这个喝皮糊的话，那病都可以消除了，都可以没有病。我说这么好，可是我们都没有方便可以提炼不知道要安怎做，袂晓。所以这个擒贼敢若去人掠，去人偷掠牛，迄无效。又如擒贼为皮糊这个加之以水，水也加一寡，迄牛奶水搁甲加一寡，哇，愈加愈害哩。唔是比比迄个咱咧啉的水。常当细心呢，修持2字，佛事，所以我们一定要跟自己讲，不生不灭的佛性是永远在。常住，它不会变化，不会生也不会死，不会变化的。修持2个字当知世人，随我所行自我自处。你若修这2字，就甲释迦佛祖同款，缀佛祖去倒位，伊去倒位，你就缀去倒位啦。他到哪里去你就跟到哪里去。善男子，若有修习如是2字为昧相者，当知如来则以其人为波涅盘。所以假如说我们有修道学习这2个字常住，这2个字就可以了。那为了这2个字把凡尘所有的相都灭掉，灭相都没有相了。烦恼都没有了，都回归呢，到我们常住的佛性本体，所以这个如来呢，就
在我们这个常住这个人啊，为波涅盘，波涅盘啊就是大涅盘啊。所以各位贤贤，我们一般凡尘用涅盘跟生死相对的，因为有生死，我们才要用涅盘。假如说没有生死就不用涅盘。可是假如说前面加一个波涅盘，那个就是大涅盘，超越生死涅盘的，这样了解吗？我们假如说要这个跟生死涅盘那个张卓悟道记不是说吗？生死涅盘等空华，生死跟涅盘平等，都像空中的花。可是前面加一个波涅盘，那个就是大涅盘。那大涅盘它超越对待，这样知道没有对待，就是生死跟涅盘对待。那个波涅盘已经超出对待，是一个绝对没有相对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文字的意思。三男子涅盘义者即是知佛之法那个涅盘的义理就是知佛的那个法门性也涅盘的性无法性者无有昧。我们的那个法性我们佛性它没有生也没有昧。那应当修习佛法身而作常想。所以这个佛法身就是三宝三宝佛法身。我们在凡尘佛就是佛性本体，法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身就是我们的行为，所以佛法身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就三宝。所以要知道说，我们在日常行之中就已经用三宝，三宝都在用都在时时刻刻在。只要我们这样用当然我们都成佛了。是三法则无有异想无常想就是没有两样的那个念头，也没有那个无常的念头，也没有变异的那个想法所以佛法身就变成一体了一体三宝一体全部都在我们身上。若以三法修异想者，当知是备这个清净三归则无一处这个清净三归佛法身三归它没有依赖的地方所在，所有的境界皆不记住所以这个三法，假如说你把它修异想，就是不同了那个三法不同三法是一法，那个才对。那你三法都不同，那个清净的三归它没有依赖没有依赖的地方所以这样境界就不记住。那么中不能证声闻缘觉菩提之果到最后都不能证那个佛的果位。若能一世不可思议修常想者，则有归处能够在这个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我就讲过以前时常就说看到不可思议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就讲我们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不可思议啦不在有，不在空，不在亦有亦空，非有非空，谁都下面看无法度讲没有办法说那个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有没有把它连贯了所以我们连贯以后就不会很困难所以知道很亲切就在我们身上。
善男子，譬如因事则有事也。因为求就有求影，如来欲耳，有常华故则有归依。归是无常，如来也是这样，有常华。就是常不变的，常住不变，常住不变的这个法，所以我们就有皈依皈依到我们糙米，就是一点点而已啦，不是我们的这个已经就讲到金刚生品第5了，因为前面很多或许都没有抄啦。都比较重要的这些观念或许才把它抄下来。那么如来之身非身，如来那个身没有形象，所以不能说身。那么是身不生不灭，不习不休，无量无边，无有直机。这个就讲现象。说如来之身他没有身眼，没有身体。这个如来的身不生不灭，不习不休。没有这个习没有修，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文字没修没学学习不用修无量无边如来的身无量无边没有直机因为没有形象，无知无形毕竟清净，无有动摇无受无形，不住不咒，无畏无杂。非是有为非业非国非行非昧非心非数这个数呢，我们就了解1、2、3、4那个数目的那个数不可思议常不可议，无事离心，亦不离心，其心平等无有亦有无有气来而亦气来，不破不坏，不断不绝，不痴不昧非足亦足非有非无，非结非观，非智非不智，非定非不定不可见了了见，无处亦处，无宅亦宅，无暗无明，无有极静而亦极静是无所有，不受不失，清净无垢，无争断争，自无自处自在无所住的地方所在不起不动，非华非非华，非福田非不福田无尽不尽，离一切尽，是空离空，虽不常住非念念灭无有过着无智离智，非生非收，亦非休息非称非量，非一非异非相非相诸相庄严，非永非畏，无极不极，无乐不乐，不可睹见，无有相貌。如来度脱一切众生，无度脱故能解众生，无有解故，解了众生，无解了故如实说法，无有二故，不可量，无等等，平如虚空。如来之身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无有知者，无不知者，无有见者，无不见者，以能护持正法因缘，故得成就是金刚身就是这个金刚身的内容这个讲的我们看的就好像在文字游戏全部不容易进入那个状况。护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仪，应持刀剑守护这个持戒的清净比丘所以那个护持正法佛在这个涅盘经讲他就是不受五戒
也不修威仪，哦，就是持着刀剑啊，守护持戒啊，清净比丘，所以就可以知道那个内容。哦，杀到19000他都不受了，也不修威仪啦，就持着刀剑哦，在守护啊那个持戒的清净比丘。所以啊，要了解说，你努力清净的在修，哦，你的周遭啊，哦，那一些哦，这个一些呢护法神呐，就在保护你，就在你的身边呐，一直在照顾你。若有比丘随手自处啊，共生起足，读诵经典，思维坐禅。有来问华，即为先收。所谓布施持戒啊，福德少欲知足，虽能如是啊，种种说法，然故不能做狮子佛。不为狮子之所围绕，不能降服啊，非华恶人。所以这个他在讲这边的意思啊，就是你做一个比较一般的那一种比丘那就呢这个不能呢做狮子佛。狮子佛的话呢那个一佛教啊，百兽都降服所以啊他说不能降服啊那一种非华的恶人他鼓励啦，佛鼓励我们呢要能降服非华的恶人。那么如是比丘不能自利啊，及利众生，当知是被懈怠懒惰，虽能持戒守护净行，当知是人啊无所能为。所以佛不称赞他了，还缺一点点。若有比丘共生之具，异常丰足，复能护持所受的境界，能狮子佛。所以这个能狮子佛广说妙法，利益安乐啊之众生。所以我们要了解佛在这边讲那个狮子佛跟呢不能狮子佛啊差别。因为呢我们凡尘啊就是要众生供养。那你假如说讲得太那个深入的话众生不供养，你就没得吃啦。所以他们有一些不敢说，说了以后怕众生不供养他啦，那个就佛就叫做不狮子佛。狮子佛呢就是不管你一吼叫了以后那个所有百兽啊都降服了，他就不管有的吃没得吃啦，有人供养没人供养都没要紧，那个就叫狮子佛。所以佛鼓励啦，鼓励说你在讲经说法，就是不要顾忌啊，你讲出来以后没有人要供养你所以这个差别蛮大了。我们现实社会尤其在都会区，没有人家供养的话，你要吃啥？没有人家供养的话，你要大道都是问题而且很大。你以前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朝代，没有人供养，不吃，没有地方住，去坐在树下。我们现在人做不到了，坐在树下我会感冒。你这样一顾忌到你就不敢去坐在树下。所以佛都鼓励他们去坐在树下过夜，然后坐在那个坟墓墓碑那个前面过夜。所以佛学都讲，假如说我们有浩然正气半夜我们一个人到坟墓去不会怕。假如说我们没有浩然正气，要试验自己到底有没有？很简单，你一个人，你半夜到坟墓那个很多的坟墓地方，你去那边坐禅，看看你敢不敢做。
当你都还没到坟墓的时候啊，心里都已经毛毛的。这个时候啊，风吹虫叫，你就赶快回头，已经不敢去了啦。鬼都还没出现，你的心鬼都已经先来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真的骗不了人，可以骗别人，骗不了自己呀。到底呀，够不够胆子啊？有没有浩然正气？试试看。不能这个招朋引伴，不能要一个人自己去那个才算。又不知道看到哪里了。唱如是言，中自知比丘啊，不应畜养奴婢牛羊非法之物，应当勤加护持正法，护法果报啊广大无量。所以那个时候佛就讲，那个比丘呢，不能够畜养那个奴婢，也不能够畜养牛羊那一些非法之物。不受五戒呢，维护正法，乃名大圣。护正法者，应当指使刀剑去杖，是谓法师。维护故虽持刀杖，我说是等名为持戒。虽持刀杖，不应断命。若能如是即得名为第一持戒。护法者为具正见，能广宣说大圣经典，不为利养。所以这个不为利养我们现在就不容易做到。宜之谈越，那个谈就是布施啦，越就是越过贫穷，能够布施就能够越过贫穷。那么心如残曲，祭足威仪，摧伏破戒施恶人等，是名持戒护法之师，能为众生增善之事，其心宏广，必如大海。因何名为清净身？有比丘身百千亿魔所不能坏，是菩萨众本性清净，悉令安住清净众中，是名护法无上大师，善持律者，为一调伏利众生故知道知界相，若轻若重，非是律者则不应正之。若是律者则便正之。因何调众生故？若知菩萨为化众生常入寂落，不择时节，或至寡妇举银礼色，以同自足，经历多年。若是声闻所不应为，就是声闻的程度不够了，你不要去做这个事。你做这个事后来都被别人渡走了，你要去渡别人都被别人渡走了，不可以。我们的众生定力都还不够。那么是名调伏利益众生，是律愿正则善学戒律不进破戒见有所行，随顺戒律，心生欢喜。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善解一致，善持去经亦复如是。如来身者，即是金刚不可坏身。菩萨应当如是善学正见正知。若能如是了了知见，即是见佛金刚之身，不可坏身。如以镜中见之色相，
这个是金刚身品，那么底下呢是名字功德品。如今应当呢善持是经。我们呢还剩下5分钟或许给各位提问要呢这个问题才容易度过我们的节，较简单一当过。5分钟而已要问的吗？还是呢要发表心得也可以。好，拢讲讲。请问林老师，禅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成为禅林？如果佛性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为何会成为禅林？禅林。禅林禅林怎么突然问到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个禅林就是把我们的灵已经粉碎了。像我们看到蚂蚁蚊虫那个都是禅林所生所变化。它一旦打入禅林要恢复前灵，恢复到我们灵的全部那要经过好几千劫非常久的时间都还不能恢复，所以那个要很大的罪过才会变成禅林。那很不得了嘞。变成禅林除非说你一直破坏人家的慧命，那个就会变禅林了。灵已经粉碎了，那个叫禅林。禅林我们看到蚂蚁看到蚊虫那个都是禅林，它已经没有办法集灵了。各位可以想象它集灵要等到它的灵气生化的那一些，比如说你的灵已经分化生有10万只的蚂蚁，要那个10万只蚂蚁全部死亡，它才可以集灵我们要知道不可能这样。比如说5万只已经死掉了，5万只还在生等到这个生的5万只死掉，那个死的他又出生了啦，就这样他都遇不到全部死亡就不能集灵了。所以那个一进入禅林比那个进入阿鼻地狱还要可怜呢。那个经历的3个阿僧祇劫都还没有办法恢复全灵。所以我们不能做那个破坏众生慧命的事那个会变禅林。还有吗？但是还有他说如果佛性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为何会成为禅林？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佛性本体确实就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聚不散。可是我们要有那个就是维护它本来的状态的条件。它本来不生不灭，可是你一直在完成现象的时候，你破坏众生的慧命。那我们要了解众生的慧命是不是也不生不灭？你要把它破坏，你要让它变成没有办法恢复到佛的本位。那个是不是罪过很大？你这个罪过很大，你本来这个灵你破坏人家慧命的这个灵要不要接受果报？因果定理要不要接受？假如说他一直破坏人家的慧命，不接受果报的话，那这个天理还在不在？就不在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维护不生不灭那一种我们佛性的状态是有它的那个本来的条件。你本来你都不要去做到呢危害到众生慧命。你不要危害的话，它自然绝对不会变成
那个残灵，不会变成碎灵粉碎了，不会。那既然你会变粉碎啊，就是你的作为超越你的本位，你的本位啊不应该为，然后你去为，那你自找的啊。也不是说你一粉碎以后就不寂灵，会啊，会寂灵，只是时间很久而已啊，会寂灵。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虽然佛性是不生不灭，可是一定有不生不灭的本来条件。你不要破坏你的本来，你都破坏，你本来自己不破坏，你破坏别人，那你的罪过很大。所以我们了解破坏生命那个杀生罪过是很小。你破坏慧命，众生慧命，就是众生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把它破坏，那个罪过真的大，很大。各位就可以想象，怎么可以让你还恢复原前？那你做这个事都没有得到果报的话，你这个佛的本位你都坐不住了，这没掉了，那么我要你这，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它的那个天然本然的条件在，不要刻谁讲我佛性不生不灭，未堪要互你糟蹋，你甲糟蹋咧，伊就免互你看，搁互你知影讲迄个灭甲迄个厉害，经过3个阿僧祇劫都连续不来，都没有办法恢复全灵，很惨的。下课，各位讲师、各位禅师、各位虔诚，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贤贤给或学机会学讲。我们的这个《金刚经》已经写好了，现在在印。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拿到，有56章112页。这个。它的呢，这个宽度呢，跟长度跟这个内满经一样，它没有这么厚，只有这个1/3拿起来比较好拿。我们讲到第4页是吗？名词功德品第6，这个第4页的总编。这个汝今呢，应当善持是经，文字章记所有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名，生死去者无有是处。这个是去就是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他把这个阿修罗呢也列入这个是去，就是是恶趣，就是使以不善，比较不善呢，就使以那个恶。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大部分呢都把那个阿修罗道列入这个三善道。可是佛呢就讲这个阿修罗道他这个心好战斗，所以每个这个众生就是6道众生里面全部都有阿修罗，所以把它列入恶的一部分，不它呢排在这个善。所以佛呢对这个涅盘非常的自重，因为涅盘经呢就是已经佛要进入涅盘之前1天1夜所说的，就是已经呢算是最后的那个施教，等于这个以后就没了，就没有机会呢再跟众生呢讲话，
所以啊，这个佛呢就对涅槃经非常的注重。所以只要我们持这个涅槃经文字章记就有功德。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说，一般我们在对呢所有这个众生这个讲诵经功德很大，那个都是习习善诱，比较实宜是要我们接近经典。可是涅槃不同，涅槃因为呢佛已经呢要进入涅槃，没有机会再教导众生，所以对涅槃经就特别的注重，就是呢要努力的把我们所要修的究竟都完全透彻，不能再有那一种方便法门。方便法门是构成到最就近的时候那个都要摒除掉了，就是要把那个就近的义理全部呢都知道。所以只要你听到这个涅槃经文字经名，听到这个经的名称就不会在这个四恶趣这个视线，都是在天道跟人道，最起码都是天道人道。所以佛就一直在鼓励我们能够受持这个涅槃经。底下就讲原因说何以故？如是经典乃是无量无边之佛之所修习。说呢，我们这个涅槃经就是无量无边的佛他所修道学习，就是能够修这个涅槃可以成佛。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里面所有的功德非常的大，非常的多。那佛呢就要讲这个所得的功德我今当说，说呢这个受持涅槃经有什么这个功德？是经名为大般涅槃。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就有讲说呢那个涅槃对那个生死来称呼的。所以张卓悟道记就讲说生死涅槃平等，如空中的花都不实在。可是假如说前面再加大般大般涅槃，那就已经超越那个生死涅槃的平等，它已经进入到绝对，就是已经没有相对了。所以大般涅槃跟我们只有讲涅槃是不一样的，那个含义意思呢不一样。然后上语亦善，中语亦善，下语亦善，就是讲的比较这个深的义理那个上语是善。然后中语一般呢我们称的也善。然后讲的一般比较通俗化的下语也善，都是实语善。这个意味深邃，那个意味就是很深，那个邃就是深到呢我们呢找不到底啦，就是非常深的这个意思。那么其文亦善，就是涅槃经的文章也是实以善。那么曾被记住清净的幻形，因为呢它完全就是纯粹就是很这个洁净单纯这个纯备具备了很单纯的具备记住了清净的幻形，那个幻形就是清净之形，清净之形叫做幻形。所以我们在凡尘假如说要修幻形的话，就是不能结分不能结分才叫幻形。
结婚的话哦就没有幻想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虽然2个字啊做起来都不容易，不结婚呢才可以称为啊这个幻想。那么金刚呢宝藏，所以我们那个金刚佛性本体呀就是金刚宝藏我们要了解啊，我们对我们的佛性的宝藏都没有认识的透彻就是呢都不知道它是实于宝不知道啊它的宝在哪个地方。那含藏啊在我们佛性之中金刚宝藏，然后满足啊无缺就是我们要了解，只要是我们研究呢大般涅盘这个涅盘经啊，那么所有金刚宝藏啊都会满足啊就没有缺陷，没有缺点那汝善谛听啊我今呢当说所以呢要我们呢这个努力的来谛听，就是抛开自己的那个见解，自己的那个意识，把自己心所想的呢都抛开，然后完全呢都是空我们呢这个纯空，我们说脑袋瓜都空空的来接受这个佛所讲的这个真理。三男子所谓大者啊，名之为常这个大呢叫做摩诃，摩诃呢就叫大。它大到呢无外，没有外面，然后它的小没有里面，所以才称为大大到无外啊，小到无内所以这个大那大到无外，小到无内啊它呢名称叫做常就是呢常住啊，就是永远都在，没有变化所以这个大我们了解是大般涅盘就是呢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大。那么如八大河悉归大海，因为印度呢有8个大河啊全部呢水啊都归于大海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用形容啊，说所有的河流河水啊都归向于大海那所有的我们在凡尘所研究的一些道理啊，都归到我们呢那个佛性本体所以要了解到所讲的也都是金刚宝藏。那么此经如是降无一切知觉烦恼及之魔性，所以这个涅盘经呢就是这个样子能够呢归到我们金刚宝藏的佛性本体，它可以降伏一切我们呢在凡尘所遇到的结我们打结了那个结解不开我们可以降伏它，也可以降伏烦恼我们呢在凡尘这个烦恼都不断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烦恼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之中呢都很不如意那可以说呢这个都从我们的佛性生发烦恼是从佛性呢这个生发出来。那么可以涅盘经呢也可以降伏知魔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知魔性我们呢不知不觉我们有一些就像现在我们社会的一种生活习惯，因为科学发达，我们有智慧型手机它非常的好用所以我们就变成手机的奴役，手机变成主人我们变成被手机利用所以这样的话就颠倒我一直说我们众生颠倒就是这样，我们是主人，然后我们使用的
不管是什么东西啊，它再怎么好，也都是我们使用。然后我们要当家做主，要不要用看我们当时的需要不要被它呢牵制，不要被它左右了。我们现在可以说生活上已经被它影响，都变成了它是主人。所以你只要在台北北部啊，不管是坐公车坐捷运然后走路，大家都在滑手机呀，所以真的很危险。这个前面有一个洞，他都看不到，一走一走都掉下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已经被这个魔性已经影响。那我们可以降服它，要降服它是我们金刚本性，可以降服这一些魔性。那我们要知道说金刚本性的那一个功力呀，要了解说要我们赋予它。我们假如说不了解到自己的金刚自性，我们呢没有信心，然后对这个魔性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降服。所以一定要先启发我们的金刚本性。所以我们也刚研究过金刚经啦。那或许就因为我们之前看的这个那一本金刚经是或许民国76年写的啦，到今年103，各位就可以想久不久？很久所以当或许因为听各位浅显都不喜欢就是对着那个书来讲。那因为里面的解说也都是76年那个时候所写下来。真正的到现在呢觉得说在讲的已经比那个时候更白话，更容易了解了。因为在76年写的时候脑袋瓜还想着古圣贤有交代，不能讲得太白，要留一些给众生自己本身领悟，这样才实在。那现在或许是想说我们现在的时间都然后社会事很多，我们要应对，然后我们再投入时间来研究可以说机会都很渺茫都没有机会了。干脆都把所有的那一些很深的道理用白话写出来。所以后学在写的时候都会讲这样子老师又不会说我又泄露天机可是我们了解重要，了解才知道怎么修所以都不怕被老师打屁股就把它写得很明白。已经在印了这个最慢礼拜4会印好我们下个礼拜都可以拿到了就可以带回去看可以看然后又可以听那个 CD、MP3， 又可以看DVD。这样再不能够了解那真的也没办法所以用各种角度来鞭策自己绝对可以修成道，可以成佛，很容易的。不容易就是我们被凡尘引诱，凡尘的诱惑力量存在还蛮大。可是假如说我们启发了金刚自性，我们可以请佛性当家，那么这一些外面社会的引诱力量，它就诱惑不了我们。我们要知道说被社会诱惑，它要我们进入6道轮回，那我们就想说哎呀走得太久了不要去了啦不要说老路走的习惯它不好啦，都遇到鬼我们要回到里天不要去跟鬼作伴所以
就可以呀努力修道。那要努力修道，要有方法要呢般若智慧能够打开这样呢我们做起来就很容易很快所以或许都写的真的有够白的啦，中间还会穿插如何领悟了吗？然后还会在一段时间讲一讲如何贯通了吗？所以各位就可以从那个写的这个上面去这个推敲它的真理所在，你一定可以看出来它真理是在讲什么，要我们怎么做有一些都是知道了你就到达了，知道了就可以，你就已经到达了，并不是说知道了还要找时间找地点来修，不是你知道了你就到达了就已经到达我们的目标所以那个因果一致因你做到，果就达到因果一致。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涅槃的不生不灭那其实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啦只有佛性本体不生不灭，那凡尘所有的都生灭啦，只要落入现象都是生灭甚至有的没有现象它也是生灭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大般若就是常永远都在都呢回归到里边。那么涅槃经呢可以降伏知以及呢知魔性可以降伏，只要我们启发它然后呢所有一切我们都能够掌握，然后要以大般涅槃放舍生命就在大般涅槃就是呢在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我们把身体跟我们身体的命放舍就是不要了我们只要金刚宝藏我们的金刚佛性本体然后生命把它放舍师父名曰大般涅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殊胜的一部经典社会上都没有人讲没有人讲这个涅槃经，甚至你要看涅槃经都不容易找到那个书要看涅槃经的书你都不容易找到，它或许是在大藏经里面抄录出来的大藏经有100本就是非常多了我们要看呢一本都要好几十年的时间所以那个我们一生从出生开始看到死亡都看不完的啦所以要了解说它很深没有解说啦，都是原文，然后我们这个写下来也全部都是原文，都是经的本文没有解说所以并不是说看着书来念不是，因为有解说看着书来念各位拿回去才会知道它的意思。那这个本文你说不听解说你拿回去看文字归文字意思归意思，它不相连贯，到尾起来你离看有意思都不知我们光看一个大把那大小大大概嘛不对不咱若甲伊讲伊的意思是无好知影无好就是大还有距离无好跟大就把它连不起来，其实它是一样的为什么说我们的佛性然后落入我们身体四大假合，为什么也叫大四大水火风土嘛，那水火风土为什么称大就是要了解它水火风土不管是哪一个水火风土4个
它都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所以它才有资格称大。这个水，我们整个空间都有；佛，整个空间都有；风，整个空间都有；土，整个空间都有，所以称为大，四大。所以我们光一个大不解说的话，就没有办法进入它详细的内容。那我们知道，这个水啊，空气之中有湿气啦，湿气就是水。那我们了解到纵然在这个很热的沙漠，很寒的那个北极冰地，它都一样，都水的存在。水火，火呢，纵然在冰地啊，冰天雪地啊，它一样有火的存在。所以你在冰天雪地啊，你有赖打，你一打它一样会燃，一样的油。所以佛就问这个火从哪里来？原来虚空之间这个大空间里面它就存在有这个火。它呢不是说我们这个应用以后它才来，它是存在于空间。风也是一样，风更容易体会啦。或者就讲，我们只要一手不动，一手动，你就感受到风了。所以那个整个空间风都存在，所以也称为大。那个土我们会以为说那个土空间一定存在不了，可是要了解土是微尘积聚呀，就这微尘聚合在一起就变土。那很多的土合在一起就变世界啦。那世界混碎就变土，土混碎就变微尘。所以微尘就是土。那整个空间都有微尘。所以水有风土称为大，就是因为水有风土充塞整个空间。所以我们对这个大就是要了解到它呢就跟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样，充塞整个宇宙空间，整个空间都有，整个空间都有佛性所以称为大。所以这边呢，佛把那个大详细解说。那么善男子又如医师有一秘方，悉摄一切所有的医术。这个又比喻说有一个医师，他有一个秘方。这个秘方呢全部都摄尽了所有的医术。善男子，如来欲尔。那如来也是这个样子也是呢摄尽了所有可以让众生成佛的方法。那么所说种种妙法秘密深奥常门悉皆入此大般涅槃。所以这个涅槃经里面就是有种种那个妙法秘密就是之前都没有公开没有让大家知道的那一种妙法秘密很深奥的那个如来常门。那么悉皆呢入此大般涅槃，就全部进入这个涅槃经是故名为大般涅槃就是涅槃经我们研究了这一本经典。善男子譬如农夫趁月下种，那常有希望既收果实众望多喜。这个比喻这个农夫在春天的时候就呢播种那个秧苗就播种在田地。它播种下去以后就是希望呢收这个果实，就是稻谷能够成熟。那等到呢成熟的时候已经收成了。那收成果实那个众望所有希望都已经呢熄灭了，已经呢收成果实了
所以啊，佛呢做这个比喻啊，说我们呢，在这个阴地的时候啊，就是春叶夏种，那个阴地啊，开始啊，把那个种子啊，播下，那个秧苗啊，我们播下田里面，那么播下田里面啊，就希望收成。那我们呢，现在啊，在那个八识田中，我们已经呢下种播下佛因。那播下佛因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希望，就是啊收成啊果实成佛，就是啊能够成道，等到我们呢这个成佛了成道了，然后众望啊都喜，所有的希望啊都已经熄灭了，已经达到目的了，到目标了。三南池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所有的众生也都是这样，修学一经这个常须知味，修学一经呢就是别的经典，我们呢修道学习别的经典，那常常希望有那个智慧，若得闻是大般涅盘。假如说能够呢听到研究到呢这个涅盘经，那希望之经所有智慧悉皆永断，因为涅盘经讲的是究竟，不是讲方便法门，它讲的究竟，我们从这个涅盘经里面道理研究以后做就决定呢可以得到那个佛的果位，可以成道。那么四大涅盘能令众生度之有流，所以这个大涅盘就是涅盘经能够令众生，让我们度之有，所有的有我们了解说在凡尘我们都落入这个有，所以我们所要追求呢就是无一无所有。等到我们呢能够追求到一无所有，就成就了，跟我们在凡尘的那个心完全都相反。我们是拥有越多越快乐，可是修道相反，拥有越多越烦恼。你越没有东西越轻松，然后越清净，越自在。所以都不一样，观念就不同了啦。我们假如说在生活之中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们会很失望，会说我要怎么生活我什么都没有，会很烦恼了。可是修道人呢就完全相反，拥有很多烦恼很多，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当我们什么都没有，会重视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重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什么都有的话，我们把佛性本体完全都抛开，不去注意它，完全都不知道它存在。当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一定非常注重佛性。所以为什么佛制定戒律拼除所有的那个身边的东西，只有三衣一钵可以有，剩下的都要撇开，就是要让你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等到你真的一无所有，你就全心修道，全心都投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那个时候对佛性本体不注重不行因为什么都没有了，不让你有依赖没有依赖的就要依赖佛性那我们现在东西很多，都依赖东西佛性不管它因为你不管它，它就不存在，也不成长
所以啊，我们真的到一口气不来，所有的东西啊都不能拥有的时候啊，我们就很慌张啊。为什么？没有路可以走。所以各位要了解到，当我们一口气不来，纵然那个很贵重、很小的东西呀，钻石，那个钻石啊很贵重，很小，希望把它带走。各位先生，可以吗？很小哦，很小啦，带走好了啦，可以吗？就是没办法，所以要了解到，凡尘不管你再怎么样贵重，再怎么样的小，你都带不走。所以啊，我们既然一生的努力一些带不走的东西呀，那我们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佛性都没有注重，都没有修，那当一口气不来，可以成佛吗？你都不认识他，你可以请他出来当家吗？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就尽量学着那个佛制定戒律的言威，他原来的意思啊，就是要你拼除所有，所有都拼除，已经一无所有。你所能够拥有，就只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啊，你对佛性本体不注重，那怎么可以？一定非常注重。然后注重了以后啊，你就会知道它好用。我们的佛性本体啊，非常好用。所以要知道，我们的大用啊都没有发生。那我们假如说什么都没有了，唯有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全心全意啊，在佛性本体里面，那全心全意啊，已经投入佛性本体，佛性本体的功能作用啊，它就发挥到淋漓尽致。那佛就说，假如说你能够长时间的这个状态，你可以转移四天下，整个天地啊，你都可以移动。就像那个潘梨花，我们知道嘛，他是不是依山倒海？我们都比他厉害。他那个只是幻象，我们还可以实际去做。那还没有到达那个状态之前，我们可以像我们这边那个前贤讲，进入5度空间。各位前贤，我们有吗？有没有？我们这个前贤他自己说的，在《金刚经》24篇后面半个小时呢，我们请他讲，他修呢只有一个法门，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只有这个法门，很努力做，时间不是很久。那他真的就可以到达那个进入5度空间。那在我们真理来讲，那个就是天眼显现。虽然说没有看到，可是他都本身感受到。他就是很诚实的人。或者跟他讲说，不要用想象的来讲，要你真正实际经历的才说。然后他把那个经历呢，全部呢都说出来。相信各位也了解。我们当然不求神通了，可是那个不是神通，而是我们佛性所具备的功能作用。那只要我们都投入佛性本体，你一定会有。最先开始呢，第六感特别敏锐。就是还没到的事情呢，你就会事先知道。这个呢，就等于是我们佛性本体的功能作用，自然有的。然后我们这边那个前贤就讲，那个东西变得很轻，就是佛性会出来帮忙。那个体1包米有60公斤，
台斤呢刚好100斤呐，那个要搬哦，可以说我们大概在我们这个前部啊，能够搬得动的大概不多了。可是他就觉得说，本来他还预计1个礼拜啊只搬1包，结果他1个礼拜啊4、5包都搬好了，就是他也不知道有那么大的那个能力啦。人唔知为倒来，都刚才做万年放下呢，都有啊啦。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已经呢不知不觉的活性功能作用都呈现，不是我们追求了，因为追求神通那个啊会消失。那活性的功能作用，只要你启发了，它永远在，永远都在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只是啊现象之中的一小步而已啦。那个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是成道成佛，那个是回归到理天的，回归到一个绝对体的，不像呢我们在完成啊都是相对，所有的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那绝对就只有活性本体，所以我们真的进入了活性本体，我们就可以啊进入绝对，没有相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我们呢这个有流，各位浅显这个有啊，我们假如说以比较大的方向来讲，就是山啦。山有，各位浅显，山有是什么？山有是什么？哇，无在我来讲，就是三界啦，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做山有。山有世间呐，就是有果，就是有山有，三界。然后我们把它详细分啦。它叫做25有，在我们欲界的话，它有14个，我们这个欲界啊，就是我们六道，那六道呢，在这个天道来讲，有六欲天，四天王天，然后忉利天、夜摩天、多帅天，这个热变化天跟他化自在天。有6个六欲天6个，然后人道有4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然后我们南赡部洲、北俱泸州4个就已经10了，然后再加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4个，就14个，欲界有14个，然后色界有7个。初禅、大梵天、2禅、3禅、4禅、无想天、5净居天7个，然后无色界有4个，空无边处天，然后呢事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想处天4个，然后14个加7 21，再加4 25。叫做25有，所以说三有是三界，25有是三界的详细说。以前我们都有讲过吗？有没有？都有说过。因为讲有，就是有因有果，然后欲界、色界、无色界它全部都是有因有果，然后我们都在。这一个有因有果的生活环境之中，我们在生活，所以我们要超出所有，超出所有以后我们呢修就是80时，断掉见后，然后我们了解断了见后以后我们不来三界受生，就已经唔免伫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来这个生存不用了然后我们可以断掉
那个师后师后啊81品，我们断掉以后啊，我们进入无学，就是无法可学啦，已经没有法可以学了。断掉见后呢，叫做见到位，你已经看到了。断尽师后啊，叫做呢无学位，已经不用学了。所以那个已经呢得到无生法忍。各位有听过无生法忍吗？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呈现无生。那无生法，我们在无生法里面安住不动，叫无生法忍。所以得到无生法忍就是阿罗汉，就是必知佛。然后到菩萨到佛一样，他最基本的就是先得到无生法忍。这个一定要先得到，得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之后才可以再进步一个位阶一个位阶呢进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有一定要先呢拼除掉，知有，我们在有的里面在流浪，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说度之有流，文字很简单，对不对？内容多不多？真的很多你光一个有知有就已经一大堆一大片的啦。那我们在有的里面流浪，都出不去了。所以我们要超出这个有，已经到无法可学，已经到这个无生法忍。各位这样听得懂吗？我们要努力到达无生法忍。无生就是不生，不生就不灭了，不生不灭就回归到我们本来。这样容不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啦，可是听起来很简单。我们有所以各位浅显以后要拥有，我们就要考虑了，值不值得拥有？不值得的话我们就不要，把它拼除掉。这个我都不要。不要的话没有负担，不要的话没有烦恼。那没有负担，没有烦恼，我们性就清净。性清净就离我们金刚本性就很近，这样就可以回归，很快我们就可以不用到娑婆世界来，不来了就不用受苦。所以我们在凡尘不管你环境再好，不管你再有名气都没用了。一口气不来，什么都没有了，你都带不走的。所能够带走的罪恶跟功德。那我们在凡尘什么时候在行功德都是在行罪恶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的我们这一生很转眼就过了，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们一回顾什么也没得到，那就很可惜。我们这一生呢，已经上天大开普度，他也已经得到，也已经修到，也已经研究最上乘的佛法。我们再不成就对得起自己吗？对得起我们祖先吗？对得起知天仙佛吗？真的都对不起可是我们都不知不觉，都没有感觉啦。没有我没有对不起谁有没有这样想？我们有没有对得起人有那么对得起人，怎么会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圣人多过，所以他成为圣人。然后我们凡人啊，无过，没有过错啊，所以我们都是凡人。各位有没有过？过在哪里？我们真的还讲不出来。我过在哪里？没有，我没有过错啊，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要把度化整个这个天下的众生啊，当成自己的责任。那所有众生呢，都迷昧在凡尘，这个就变成我们的过错。这样的过啊，大不大？就很大，对不对？那假如说你修不修关我屁事？这样我们有没有过？要修唔修你的代志啊，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不是这个观念？这个最现实的啊，你一直要人家修，也不见得人家要修了。你一直阻挡人家去修，也不见得你阻挡得了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尽心啊，尽心尽力。我们能够做的呢，在生的时候啊，你就尽量去做。等到一口气不来，你想做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没福啊啦！所以啊，一定呢，在还有能力的时候啊，就能够呢，赶快自己修好，又能够呢，感化周遭的所有众生。我们那个《金刚经》已经讲完了，所有那个 DVD 也送过来，然后学来一看，哇，怎么桌上还一大堆啊？各位都没有拿吧？有，那也拢还搁存那多，才送没多少来嘞，或者想说一定要赶快再做，结果还有嘞，还不用赶嘞，还不用做。善男子，如织机中呢，相机啊为最。那个啊，留下呢，那个织机的，留下有痕迹的，那个相，相呢它是最大，体积呢最大，所以留下来的那个机相也是最大。那么此经如是啊，以织经三昧啊最为第一。这个涅槃呢，就是在织经之中所有的经典啊，三昧就是正定。正定呢就叫三昧，所以啊，在所有经典里面啊，那个讲正定啊，就是最为第一，就是最殊胜的。善男子，譬如耕田啊，秋耕啊为盛，耕田的时候啊，那个秋耕呢，就是最殊胜，秋天啊，我们来耕作啊，是最好。因为春天啊，我们耕作你都甲累杂草拢直直生啦，那个不是很理想。秋耕的时候啊，你甲累伊未生杂草，所以秋耕呢，最盛。所以这个佛呢，伊敢若我那有累过田的款才会知那么此经如是啊，知经中圣，这个涅槃经也是一样，所有的经典里面啊，是最殊胜。善男子，如制药中啊，醍醐啊第一，所有的药醍醐啊，是最好，所以只要吃醍醐，所有病都好了啦。各位假如说有去印度去问问看。因为台湾去问问不到，所以我们只有提炼。牛奶有5味啦，牛奶、乳肉、生酥、熟酥、醍醐，有5味。那我们台湾只有做到那个乳肉第2位而已，在过去就没了。那个生酥、熟酥啊，
我们没有做，体乳更不用说了。那个12杯很大的牛奶才提炼一片的乳肉，所以就可以知道要提炼成体乳啊，要很多的牛奶才有办法去做成。所以你只要吃体乳啊，你所有身体的病都好了。所以假如说有到印度去问问看，他们那边有没有提炼体乳，有的话把它买回来自己吃，也送给亲朋好友吃，所有病都好了。我们在凡尘最痛苦就是吃病来磨啦，那个病一来磨人都没像人很苦啊。所以我们在最健康的时候都不知道好，等到生病才怀念那个健康有多好。现在各位都很健康，对不对？好不好？有感觉好吗？好在哪里呀？轻松、自由自在这个心想就事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身体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做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生病的时候想要做都做不来都没办法做所以身体好的时候赶快多做利益自己也利益众生可以帮助别人。身体好的时候就很容易帮助别人。身体不好的时候有帮助自己都来不及了，那还能帮助别人所以先把身体照顾好，虽然是假的毕竟还要用它来修道借假修真我们还要借着身体善助众生热恼乱心是大涅盘最为第一这个我们大涅盘呢就好像体乳一样可以治疗众生热恼乱心我们在凡尘不如意那个叫热恼然后就乱心因为事事不如意使我们心都很乱所以要先了解说为什么呢又热恼又乱心是我们呢这一个生活之中的那个脚步不踏实，才会热恼乱心。那么这个大涅盘就是让我们回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最为第一它不会呢热恼，也不会乱心就好像那个体乳一样，所有的病都治好了我们先把心病先治好，心病一好了身的病就容易了就容易解决。善男子譬如田师八位具足，大般涅盘亦复如是，八位具足云何为八这个呢大般涅盘就是有八位。第一个呢常就是永远都在。第二个恒就是恒呢跟常它有同样的意味常住，它恒常那第三个呢就是安平平安安第三个安。第四个呢清凉就是很清凉纵然在外面没有冷气也很清凉现在我们是在冷气里面还可以很清凉。我们到大太阳底下，各位清不清凉？很热热恼了，对不对？可是只要我们能够了解心清自然凉那个清凉就是心里面没事，心里面没有事呢就清凉。那第二个呢不老，不会老。我们活性会不会老？不会老第六个不死我们活性会不会死不会，不死不老不死。第七个呢无垢
就是不沾得污垢了。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体在凡尘的尘垢沾得很多了，所以每天都要洗澡，各位有没有每天洗澡啊？我们都觉得没有洗澡臭法生，对不对？而且跟老天在一起老天都时常说，在大陆修道半个月才洗一次澡，我说我们套戏可是他说那个训练练家己半个月洗一次，真的动两天都袂掉啦，无紧来洗那会使，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也习惯性你时常洗澡，你不洗就很难过，那假如说我们能够练到不洗的话，也是可以过，那个功夫大概可以了，功夫考了，所以各位以后有机会练练看，可以几天不洗，跟人家修相人家鼻子要消的，有些病嘞，先自己能够忍受，纵然很难闻的味道，自己都可以闻，那就没问题了，那往后就越好过了，越修越好过，所以佛都讲，不用住在房子里面，住在哪里？总监就是佛墓。佛墓的那个墓碑的前面有一个平地就在那边住。下雨了，下雨在大树底下。或者一想说，你多边修好不好修？好不好修？很困难的所以或许都讲，现在我们不要求那么困难，只要求吃得饱、穿得暖，然后有个遮风避雨，安尼就好了。安尼有简单不？已经是比以前好的太多了，对不对？可是以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假如说真的只有这样，那各位生活之间那个心会怎么样？我拢对人袂对，对不对？就会想说，我都跟人家跟不上，好像是很低下阶层可是要知道，这个是修到很高程度才有办法过的生活。那么第8个呢，快乐，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说，常恒安清凉。不老不死，无垢快乐，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具备？有没有？具不具备？所以我们就是要具备8味，是8味，8个味道，我们都有，全部呢都有，具足8味是故名为大般涅槃。就是已经呢，可以到达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状态。我们佛性本体就是这样，常恒安清凉，不老不死，无垢快乐。现在就有，这个不用求就有，就已经有了。要不要求要不要？要不要求？这个要向谁要求？要向自己要求。我们呢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就已经呢大般涅槃。若菩萨安住是中，复能处处示现涅槃。是故名为大般涅槃。已经呢安住在这8位常恒安清凉，不老不死，无垢快乐，都能够在8位之中，又能够处处示现涅槃，就是次次呢，都了，已经呢，你表现出来不生不灭，
哦，涅槃啊，就是不生不灭，你都已经可以啊，哦，这个表现不生不灭，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假如说都没有哦，身边都没有依赖，哦，那个自由都没有了，没有自由了，哦，我们呐、会实现什么？大概这样哦。知道吗？这个是什么？乞讨啦，啊，无就会吼，碗摕一块啊，放在头前，哦，叫人家布施啊，知道吗？那个是实现什么？实现要，不是实现涅槃，实现啊，我要。我要，我需要，哦，有没有？所以啊，我们已经哦，在这个八位里面啊，哦，又能够处处实现涅槃，那个心境啊，哦，各位就了解到，我们假如说经过，哦，假如说各位有到车站，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的车站有没有。在台北车站的那个空地啊，那个它的全部行道都在它的旁边，就是去捡一挂无用的物件，一吨啊一大堆啦，然后人就跪着，然后前面呢就一个碗，然后你就在那边一直点头，辛不辛苦？很辛苦哦，你看到啊，你会怎么样？赶快走开，对不对？赶快走开啊！不要看他，看他就可怜啊。要布施给他又不愿意，不甘愿。伊安尼拢唔去探吃，就点那就要讲讨吃，你就不愿意布施给他，他所以看到就难过。对不对？难不难过？大家拢菩萨，我看着很难过，我都不喜欢看到，我都赶快走开，不喜欢看到那个样子，所以啊，我们了解啊，那一种状态呢，就是啊，他视线啊，向人乞讨。港透不是视线涅槃，不是视线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假如说遇到一个呢，他就是本身也是很邋遢了，可是啊，他就不伸手向人要钱，就是不伸手向人乞讨，不要，他自己啊都很这个。独立，他自己呢有办法安排自己的生活。那这一种状态之下，我们的感受啊，就决定不一样。所以啊，或许一看到那一种状态，就蛮佩服了。虽然没有，可是我又不求，不向人乞讨，不讲特啊，自己啊过自己的生活，他很满足。所以这个就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啊有很多的这一种现象，那我们看到了以后啊，有一些现象，我们当然会可怜，可是有一些现象，我们会感到可恶，很讨厌，看年岁又不大，然后看他身心也健康。他怎么用向人乞讨的生活呢？所以你就会感到很厌恶，不喜欢。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不要让人产生呢，不喜欢。自己起码人格都要自己照顾。人道无求啊，对，品质高，
你无求，你无所求，你的人品哦就很高超。那我们就是要做到哦，我们呢不求哦，然后啊我们就过得呢哦很自由自在，佛性呢出来当家。所以菩萨呢安住是中哦，这个菩萨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众生啦。哦，佛在看我们众生呢，都是菩萨，都是摩诃萨，都是菩萨中的大菩萨，所以没有分别心呐，没有说我是佛你是众生，没有那个分别心，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一样哦，要能够平等对待，都是平等的啦，不管他什么身份地位，佛性都跟我们一样，都是平等。哦，所以我们要用平等的心啊来看待平等的现象啊，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们心中都是很平静。哦，这样的生活每天这样过，自然呢，我们就到达那一种最高的大般涅槃那一种程度。是故名为大般涅槃。善男子、善女人，若欲于此大般涅槃而涅槃者，皆作是学。就是要这样学。就是我们能够呢有8位祭祖，能够自己看得起自己，自重自爱，这样的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自己最起码觉得说呢都已经可以达到自己的愿望。如来常住法身亦然。说如来常住，就是我们呢佛性本体我们要了解到说那个佛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身就是我们身体所有作为，佛法身是一体的，是不分开的。我们呢都永远都是常住。佛法身永远都常住，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呢，在这个修持的那个过程最重要就是自己内心的认定。你自己内心认定了，那外表形象呢，我们呢就不去这个注意它，因为注意它就是住相，住相就是凡夫众生。我们离相了就叫佛所以先从心能够离相开始，心都不住相，心不住相，我们的那整个这个身体就自然而然不住相，不在形象注重，那不在形象注重，我们就会在佛性注重这样呢就正确。我们修道呢就是要有这一种态度。那接着呢，就是四相品第7，这个四相品，跟我们呢，这个以往所说的这个四相，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讲的内容呢，不一样，那我们呢，以往在讲这个四相，《金刚经》的四相，或许说用2个字能熟来说就很容易明白。各位听熟了没有？会背了没有？这个有一个前贤他说或许讲的他都把它抄一个字一个抄，一个字抄一个字他只要或许重复讲他就起心动念又来了。因为抄下来讲得很快，抄得很慢。那个他说有一些要想把它忽略过去结果少了一句又不行，意识连贯不下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其实为什么会反复的讲，就是真理所在真理你再怎么讲不管万年前万年后都是一样的，不会变。假如说有变有会变的，那就不是真理真理不会变
所以或许就讲用2个字来讲4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当然我们在《金刚经》呢有详细的说了。那或许说在日常生活，我们就用到4相，用能手来体会。说我能看，能看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所看，所看就是人相。那所看的又是差别重生，叫做众生相。然后我们又连续不断的看，叫寿者相。这个是看的部分。然后我能听，能听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所听，所听就是人相。所听的又是差别重生，叫众生相。然后又连续不断的听叫寿者相。只要落入能手，我能做，能做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所做。那所做的事情差别重生，叫众生相。我又连续不断做，叫寿者相。所以只要落入能手，就是4相，就很容易了解，对不对？那要怎么样才没有能手？就是专一或许以前都用扫地来说了，说我们住家前面是属于公共空间，然后我们出去扫地，我们出去扫地的时候心里都有期待，期待什么？别人家称赞。那不是我的所在我来扫，若无人给我学了我就卖扫。所以用这个来体会4相就很鲜明。我们在扫地的时候假如说真的都没有人称赞脚手会软啦，你扫一阵都不爱不爱去扫无人给我学了，无采我咧扫所以一定要学了，那个4相就有了。你假如说这个是我居家前面我应该要保持它清净清洁，我生活快乐，以这样的心有没有期待人家称赞？就没有，那个就没有4相了。所以你看差别大不大？就在心里面了，对不对？你心里面有期待人家称赞，4相显然很鲜明。你都没有，我应该做的是我分内的事，你没有期待人家称赞所以那个没有4相，差别大不大？我们就了解到原来都是差别在心里面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也都一样所有的应对进退也都是这样。你心有期待，4相很显明；你没有期待，你是应该做的，没有4相。所以我们要挥3心扫4相，容不容易？容不容易？我们以理来说的话，并不困难；以实际来说的话，并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修道都是在修心修性。心性就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呢，怎么样来做？我们呢，骗不过自己啦。我们可以骗得过别人骗不了自己所以自己一步一脚印，很踏实的来修道，你绝对会很快乐，自由自在，因为你很踏实那别人那个批评不管是称赞、讽刺，都不影响到你，没有关系的那个无关紧要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自己要拿定主张我佛性当家，我该如何做我就做我不做就不做佛性当家这样的话我们自由自在所以这一次静安经里面就有写到我们不受环境主观意识左右就觉得这个
家己写下来，家己都会欣赏嘞。所以事项显然也是很明显啦。可是啊，这个鼓励大家就是那一种禅修的状态，我把它写进去啊，《金刚经》里面。这个是鼓励大家下个礼拜一定要拿，不但你自己拿，还要拿给亲朋好友。他不怕都拿了。是刚下个礼拜准备寄100，我们印500本了，准备寄150本到这边。因为这边钱钱收够，150本就够。或许是希望不够了，大家小弟唱上好啦。不过这个经营敢若真恶出来。那这边的那个四相品呐，是讲这个分别开示啊，大般涅盘有4项义啊。那么何等为是？一个呢，自正，就是自己呀，做得很正、很正确，都符合真理。第二个呢，就是正他，就是别人看到我们的行为，然后他也想学，这样呢，我们可以影响到他，也做得很正确，就叫正他。那么第三个呢，能随问答，所以各位学姐，这个能随问答，是不是要研究真理？人家问你就可以答，你只要说不会的话，能随问答吗？就不能够了，对不对？像上个礼拜不是有浅显问，我们佛性不是不生不灭吗？为什么会变成睡灵？有没有？他是问禅灵没错了，或者是以睡灵来回答。说禅灵呢是残缺不全，应该我们众生呢都算。我们的灵已经残缺不全，都是残灵。可是或许以睡灵的角度来解说，我说我们为什么在凡尘可以看到蚂蚁，可以看到蚊虫、蚊蚋，就是那个很小的生物那个就是已经粉碎的那个佛性去生发，它的佛性已经粉碎了。那为什么会粉碎？就是它破坏人家的慧命。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始于生命，那我们的佛性就始于慧命，智慧的生命智慧的生命就是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我们以问责的角度是说不生不灭，不会变化了。可是或许回答的时候说为什么我们会变成睡灵，会变成蚂蚁，变成蚊蚋变成小动物，就是因为我们破坏人家的慧命。那人家的慧命也一样不生不灭，被我们破坏。他本来可以保持他的慧命，可是因为我们的说法、我们的做法，让他把慧命破坏，就是不能恢复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这样做，比那个掉入阿鼻地狱、无间地狱还要严重。你掉入无间地狱，还是你自己受苦。可是你破坏人家的慧命不只有你，还影响到别人。别人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被你破坏，他没有办法恢复。你已经破坏到别人，而且有时候影响又不只有一个，会很多。然后要了解到一个人的慧命，他的背后还有祖先，他的背后还有他的祖身所以九贤七祖都受到他的影响，罪过就是很大所以他的灵就没有办法保持完整你要保持完整不是不可能因为时间呢经过要很久，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问的本意啊，说呢，佛性本来不生不灭，不会变化。我说没错啊，不会变化。那经过的变化是你自己呀、所作所为影响。你所作所为影响以后，它还会再恢复，它还会再回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只是时间要经过很久。或者就讲你的灵气生的这小动物、小生物，要呢全部小生物都死光光，灵才会集中，才会再恢复的。可是我们要了解我们那个生物的原则，就是有的先生啊，有的后生。先生已经死掉，后生的还没生啊，所以那个要等到全部死光光才集灵那个机会啊，就是要等很久，很困难。佛曾经说了，在《大藏经》里面记载，说那个经过我都讲阿僧祇劫啦。那阿僧祇劫或许就讲过，那个是没办法算的时间啦。各位都了解那个久，各位有听过吗？阿僧祇劫的时间不都是非常的久。那非常久的时候佛就讲，他说他眼前的一只蚂蚁，已经经过无量的阿僧祇劫他还在当蚂蚁，就是还没有集灵所以说集灵的时间是经过非常的久，不只有无量的阿僧祇劫。那我们就了解到佛常讲一失人身万劫难复，就是你失掉人的身体你要再恢复很困难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大部分善恶都会做，可是比较起来恶的比较多了，善的不够所以才会每况愈下，越来越不理想像我们都还没有速死之前，我们吃了多少生命？我们吃了人家一个生命，要不要还一个？各位想想看，我们还得清吗？还不清嘞。所以真的一失人身万劫难复了。这个还是正常状态之下，没有破坏别人的慧命。所以或者都鼓励发问因为这个问题或许还是第一次碰到，所以或许以往所写的那一些过程把它汇回来回答就是这个样子。破坏人家的慧命，所以我们在生之中最重要，绝对不要去破坏人的慧命。伊想要修道，你甲伊讲唔爱啦，修道无希望啦，这个就叫破坏人的慧命。哥要了解你杀掉一个人的身体才一个人的身体罪过不大，你杀掉一个人的慧命那个影响九贤七祖，影响到以后他的整个要连续整条连的那个时间那非常久所以那个罪过非常大，比肉入而比地狱还要大。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这个我们平常都没有说了，也没有人去研究可是以那个整个大藏经里面所记载那个佛讲的意思我们把它汇合来回答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无间地狱就是受苦没有间断。我们进入地狱那个都受苦都还有休息的时候了，受到很苦你去休息一下，休息好了再来受苦有喘息的时候了。无间地狱没有苦受完再来，苦受完再来我们不知道了苦受完都不 OK 我们都以为这样了，可是
地狱有一只还魂伞。我们受苦已经粉身碎骨了，还魂伞一闪是你们整个又好好的，然后又重新来再受苦。各位想都想不到了，这比放假更较放假，比放假更较厉害。放假也无法度画到安尼，这个无间地狱啊，就是这样。你受苦。就像那个发明那个炸弹啊，那个现在都还在那边，嘣，浑身碎骨了，还魂闪一闪，又好好，再来一次，嘣，又浑身碎骨了，再还魂闪一闪，又恢复，再来，嘣。我们光听就很累了，不要说本身去受了。这个光听就很累很累了，所以要了解到无间呐，就是没有间断，受苦没有间断呐。我们想一想，我们很累还有休又困呢，都还可以无间地狱不行，没有让你休息的时候，苦不苦啊？不要说去受，我们光听就很苦了，光听啊就苦得不得了。所以这个能水问答，就是表示啊，我们对真理的研究很透彻，他怎么问，你就能随着问回答。所以能随问答。那么第四个善解因缘义，就是很这个善理来解说因缘的义。比如说我们有长寿的因，要有饮食的缘，了解意思吗？咱的累世拢伫咧帮助人，一世人听过食到老啦，食咧120岁。可是你要食到120岁是不是要每天要饮食，对不对？你若讲我不爱吃，会死袂？会死虽然你有长寿的因，没有饮食的缘，你不配合因缘不完全，连没都死。所以长寿的因要有饮食的缘，因缘配合才能够成事。所以善解因缘。我们也要了解在凡尘也要善解因缘。我们一直去帮助人，我们遇到困难，人家会不来帮助我们？会不会？就是善解因缘啊。假如说我们都是用眼睛的北灵来看啦，那个会怎么样啊？会去用做死对不对？无代无志你咧讲人人会甲你弄所以要善解因缘，因缘你都非常了解，你善解因缘你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去行持，因缘你都知道不好的因引来不好的缘，那遭受呢就很坎坷了。你好的因就引起好的缘，好因缘。所以夫妻也一样翁仔某这斗阵相爱容易相处难，相处很困难，对不对？困不困难？大家都唔敢讲，因为都有摩擦啦，所以都要相处，所以要保持那个因相爱的因你保持了，那往后的摩擦都可以消失了，那个都无所谓的，那个会吵架的因都很小，或许就用那个牙膏来说，都跟你讲胃头甜，你拢胃尾甜，跟你讲胃尾甜，你拢胃头甜，就甜出来就好来管你胃头胃尾，所以那个都无关紧要。这个能生活就好了，所以怎么做我们都可以，度大能容，就了却人间多少事
我们弥勒指示不是告诉我们吗？有没有？有没有跟我们讲？有没有？所以啊，从形象就跟我们讲，度大能容，对不对？虽然没有讲话了，一切底下拢点点，但是伊表演给人看，你看嘛，度大能容啊，了却人间多少事，然后啊，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已经拢比形象的跟咱讲啊，好不好？要我们学啊，就你度大能容，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不对？我们巴肚哪撑船需要漂啊？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就是要学啦，因为知道的宽广，变成我们心胸也狭隘。你知道的宽广，你也跟着，你就会很宽广，然后遇到事情啊，你就能够容纳，能够解决，不管是什么事，你都能够满腔欢喜。所以或许就讲啊，欢喜心甘愿受，你的业都了啊，有了无？若无了是无欢喜心啦，唔甘愿。你唔甘愿无要紧啦，你都要去应付。你应付了这个缘了无了，他还会再来，啊，找一个不一样的形式啊，又遇到了。同样你又不甘愿，什么时候可以了啊？没有了的时候了，你一生都很坎坷，所以你写下你的日记然后表现出来，一生过得都非常坎坷，没有如意的时候，那就表示你全部呢都不容纳别人，全部啊都不欢喜心，那只有坎坷过生活了，好不好？不好，那个害自己啦，所以我们原谅别人啊，就是原谅自己，人家也会称赞，他心胸很宽广的呢，那么底下呢，就讲解云何自证，怎么样来自证？若佛如来，见诸因缘，而有所说，假如说佛如来见到因缘，然后有所说，终不敢以如来所说12部经啊，及秘密藏，谤言。就是诽谤的说，若言如来法身无常，所以啊，我们就了解这个讲出来话不是很严重啊。讲如来嘛无常，法嘛无常，身嘛无常，严不严重？各位学姐，严不严重？很严重可是文字看起来没啥，没啥很严重如来为什么无常？如来是众生啊，是不是诽谤？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话说出来很简单，可是那个罪过很大。我们杀人好像不得了，可是那个罪过不大，很轻，因为你所杀的只不过那1-2个人，可是啊，你一诽谤了以后，影响啊无量无边的人，那个罪过无量无边，所以不能说如来无常，这样知道吗？我们不能诽谤佛，不能诽谤法，不能诽谤经典，那个都是罪过非常大，做起来很容易。你讲如来无常容不容易？太容易了，对不对？知道那个罪过很大，知不知道？不知道，一定不知道。那有什么？就安尼尔。可是啊，那个罪过要去无间地狱耶。无间地狱好不好？不好玩哦。去啊哎呦，我才艰苦好休困嘞，无通互你休困。搁再来。不要说去受了，我们光听就已经很苦了。
所以啊，不能毁谤，说呢如来无常，说法无常，说身啊无常，那个佛法身三宝，都是常住啊不变。若闻他说，亦不信受，别人咧讲嘛袂使相信，以此说者啊，应声灵敏。啊，若咧讲安尼的话你都要甲伊可怜啦。为什么？伊要去阿鼻地狱啊？有可怜无？可不可怜？很可怜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啊，说的人啊，他不知道罪过，所以啊，我们要可怜他。如来法身啊，不可思议，所以如来跟法跟身啊，都不是我们呢用头脑可以思想，用嘴巴可以论议，所以啊，不可思议。应如是持，就是爱安尼来受持，至观的己身，犹如火炬呀。咱看咱家己的身躯，敢若迄火甲伊集中做伙啦。各位了解火集中做伙吧？知不知道？知不知道？火啊，炬。咱即马甲迄个火的发生。就是茶咧烧对无？咱一支啊一支拢甲压开，伊会花去的，会不会花去？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呢，自己的身体呀，就是这样，就是啊，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咱若拢甲伊掠开你看即卖人，唔是啥物癌症，就是啥物肿瘤，有没有？迄就是讲一项啊一项你甲压开啊啦，伊个火炬特别花去啊，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是一样的，众缘际会啦，只要法度有这个身躯互咱用，即马一项啊一项拢直直咧甲分散，有没有？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有没有危害自己的身体？有的话，就变成我们把那个火炬啊，已经一直在分散到后来会花去没？花去就死去啊啦，佛就熄灭了啦，所以啊，我们生在凡尘啊，就是火炬，火拢集中做伙，各位都有火吗？有火气吗？还有啊，有火没关系啦，不要有火气。火气啊，去食一寡港货，食咧，互伊无气有火没关系，没有气是名啊，自正家己养正自己。那么允何正他？唯欲调伏众生。要调伏啊，这个众生刚强，很难调伏。那么善能分别啊，就是要分别啊众生的他的状态，用什么方法来引导众生啊，行善，引导众生呢布施，若功德啊已备，假如说这个众生功德都已经具备了，都已经有行善。善因缘呢都记住了，那么堪任啊，修习，就是他能够堪呢，就是能够了，任呢就是受，受道呢修道学习，大圣经典，他能够堪任修习呀，大圣经典，所以就是一了解说，我们要呢，能够修习，修道学习大圣经典啊，非常不容易呀。因为那个要有发大心，然后呢要呢可怜众生。那么我于世经啊为收六位，那么呢佛在这个涅盘经啊就收六位那么允何六